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拥有真侪产业隐形冠军，参像是汽车零组件配件制造以及汽车修护等等，拢是帮助台湾骑上世界舞台的重要推手。动力产业现在会当产学合作，未来发展更是值得期待。赶伫咧2022技职博览会登场进行，自由工商、昆山科大、台南市机车商业同业工会、台南市汽车修理材料商业同业工会、台南市机车修理职业工会以及台南市动力车辆产业工会，伫咧5日07天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我们合约书总共有共计5个单位，除了甲乙丙三方，也很荣幸我们市长还有我们分署长帮我们做一个见证签署。在科技日新月异的现在，能够越早开始，越早让我们的同学找到性向，找到他们未来要走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很乐于见到这个产学合作的一个开始，能够让我们许多同学能够在高中的时候就能找到他们未来想要而且兴趣要的这个性向，那能够及早开始，能够培养他们的这个技职教育到一个非常娴熟的阶段。那在产业界也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适才适所的一个从业人员。透过产学以及各工会共同合作，不但会当为学校再来教育资源，为产业培育人才，嘛会当替台湾再来加一竞争力，创造多赢局面。这是对学生对学校对业界，会使讲创造3年。希望讲今仔日咱刘文署长有来，希望会当把我头拄讲的经营带回去，跟署长那边讨论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将这个缺工的情形，能够在协助业界有经验的业者，能够进入校园，然后理论与实务能合而为一，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高职的话是启发电动车的兴趣，然后在科大端的话，我们进一步的就是做云端的程式书写甚至远端的电源管理还有整个车联网的整合。自由工商校长陈树贞表示，这次的签署，真感谢台南市各工会多方促成，也希望透过合作，会当为学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今天这样的一个签署仪式里面，就是希望找到我们这些合作的厂商、这些合作的业界，能够给我们学生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保障他们在3年的之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市场，然后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也回馈社会。自由工商汽车科成立在民国64年，历史是相当悠久。至今，犹原是台南市汽车科学生人数上侪的学校，培育过无数专业人才。这次的签署合作，不但是因应产业科技发展，更是产官学共同培育先进人才全国首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